公仔洗粉咁嚟，各大網紅都齊啲推薦。今日我就嚟打假你，如果嘛好使，我就送你上山。來，我哋先睇視頻。直接让你家洗衣机下岗！哇，你在家洗衣服用洗衣液、洗衣粉、洗衣凝珠，对，见过它吗？我这个牛，洗衣液中的奢侈品，哇，这一袋相当于洗衣液125斤。哇，它洗完白色衣服更白，彩色衣服更彩，黑色衣服不掉彩，轻轻一泡全干净。看一眼视频接单来。对，各种纨绔物質不用手搓，冷水速溶啊，直接泡不用搓。視頻同款嘅公仔洗粉，我就買回來啦，使咗我29蚊夠，到手係3袋。嗱，你哋睇下。生廠家生地址都有，質量標準係有，一袋個淨含量咧係850克嗱，你哋睇下，嗰有啲我見嗰隻洗粉，各大網紅都齊啲推薦，嗰段時間好火，今日我就試試到底洗唔洗得。而家我哋稱嘅夠850克冇，放佢871克加包裝，係夠個。今日我就攞我仔條衫嚟做測試。而家我先幫你加工一下呢，好，嗱，老抽倒嚟，蠔油，火龍果，豉油。你哋睇夠邋遢了啊！我掟你晒膠呢。嗱，你哋睇下嗰條衫，基本上找齊噶啦，硬焗焗碌碌，係冇？嗱，已經冇撩出來噶咯。而家我哋直接洗嘅，而家我哋倒洗衣粉落去，嗰啲洗衣粉係粉色嗰，你哋睇到冇？睇睇嗰啲洗衣粉，可能呢好多泡沫冇，哎呦，一沖嘅全部都係泡沫料嗱，真係好多泡沫喎，你睇呢？而家我哋執嗰條衫落去，執落去浸啊10分鐘，再嚟洗嘅。而家已經浸了10分鐘啦，我哋睇睇效果通點了。哎喲，嗰啲水都變色了，變紅色了嗱。哦，仲係咁邋遢個嗱，好似冇浸乜甩啊！你睇呢，洗嚟啦，nhảy nhảy nè。哦，洗得啲水紅齊。嗰啲水，你睇呢，我哋換一盆水洗啦。望見好似真係乾淨咯，我哋睇下呢。嗱，你哋睇睇，哎呀，真係洗乾淨咯喎！啲衫就啲又係。嗰隻公仔洗衣粉呢，我就測你咯。嗱，你睇下嗰條衫，啱俾我搞得咁黑咁邋遢，而咁洗出來，望見都新咗好多嗱。佢仲有一股淡淡嘅香味。嗰隻公仔洗衣粉效果確實可以，你哋有需要嘅可以放心入手。